台中基站的卫生所长期欠卡手，有7个卫生所交代拢无医生，还有一寡卫生所护理师照顾病人的比例是超过标准。台中市表示会继续争取人力，嘛会请医疗院所到支援。擦 BB 的哈，那等一下就可以打针哦。 正斟酌咧评估患者的状况，目前伫病医小儿科做的詹医师，大礼拜二拢会去台中南区卫生所支援基站的医疗服务。伊讲家己本身嘛有门诊的业务，不过卫生所长期找无医师，已经到支援6年多。因为他们在找寻医师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，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出来支援。就是有点相挺的味道。对。台中市南区人口足济，不过卫生所所欠医师已经欠要7年，规个编制包括主任干那9个人，唔但要负责行政，更有公卫宣导、甲指标监测等几个项业务。主任讲，遐尼重的业务量确实影响到医生服务的意愿。说在医疗资源丰富，我们这边看诊，比如说看疾病的个案会少的话，我不知道对医师的收入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影响啊。卫生所表示，市区医疗院所在嘛造成医师开流动，或者是家己开业，特殊卫生所长期欠医师。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的资料，目前台中市东区、南区、北屯区4面、大安区、霧峰区、新光区、甲烏日區等7個所在，目前也無醫師。其中烏日區8月會有醫生來做，另外嘛有部分衛生所的護病比超過15000人的合理比例。 早上时间比较没有的话，下午也可以吧，这样就比较方便了。未来将在持续争取增加人力，减轻卫生所服务的负担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今年已经加4个人员，嘛会继续争取人力，尽量把护病比维持伫合理范围。医师的部分，目前会先以加强甲医疗院所合作为主，希望减轻卫生所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